客家美食个有名哦，今日在客家百年内咧，我向下来看客家常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如食。客人对美食料理有过丰富的一个菜肴，像板呢有过大的变化，真普遍呢，北部客人讲板条。南部讲面扒板，一般传统的板呢，都系几多意外种的油脂，佢反映嘅家乡味。人家几多后生人也是有创意，应该用板的嘅口味，加入盘嗰多空腔同创新嘅元素，不也新形态嘅客家美食，使得个深入到民众嘅生活度。文化丰富多年，大家最理解就是客家嘅饮食，从传统嘅美食到创新嘅新客家料理。百年来，客家美食嘅市场经历变态，因为客家美食除咗好食之外，还较有亲情嘅文化魅力。现代人睡眠下多，食米食下少，当然仍然嘅消耗米食长48公斤，政府就呼吁为多多嘅食品。客家美食对米食有当特别嘅料理方式，系讲做啲本行卡都今年食到板條，啲板條又幾好食，可能食米食今年就會增加更多咧。老板將油葉石板用大鑊嚟吹好嘅板倒撲出來，匆匆嘅熱得，看起來又拍又油又勁跳，食個嘅人都親美，因為上起純米嘅好美水，你拍 QQ 嘅美食，可能人按到貴呀，行人北埔按做板條，南埔係按做面扒板。我哋一片唔按到板條。我哋呢啲規定上咁樣，我哋面扒板，因為整出來就是像面扒一樣嘅。家鄉嘅米橋當然真係就長一長啦，從細時到大啊冇係。板嘅切法個體起個點都冇強弱，有啲係慢慢的切到下發下先壓；有啲係切到凍夾，切到凍肉，食起來下軟。牛片、頭槌還有香蔥油，按用一碗傳統嘅板條，公安多，料安香。對好食嘅人來講，真正係好東西。做麥嘅面扒板對客人來講，佢重要，因為吼面扒板吼幾快做。嗰種以前面扒板吼，能兩種嘢，一個滷肉應該，一個係平嘢，能食得到。吼，嗰種其他慢慢的變成面扒板，變成一個貴珍貴嘅一個東西。嗰種以前講，我哋搶是板嘅哦，就表示講，其實係對你個貴好嘅一種對待。一碗板條最早係建好老人家，亦係服侍平人一定好嘅東西。本每有個行業，差唔多當年都會食，亦係講打造準照類食，亦係很卡會變用嘅類食。由長兒想出東多嘅想法，本板條變到多姿多彩。兩盤板條酥絲、板條潤餅、鹹脆板條件，還有做先甜味，變做烏通板條點心。當然啦，當好是水板呢啊，水板呢是一定要嗰種烏通去做的水板呢。你就想，你嘛做嚟試看看，烏通加落去，我板條好泡，幾多水板呢好盤。剛剛那種做出來之後，大家是會吃到講，口感很啊 Q， 很啊好食。板條係客家傳統美食嘅代表之一，介意創意本機變到很較有潛力。強用嘅概念未用到其他客家食材，又係料理行，比如講客家嘅土地品牌結醬，用次嘅酸結來加工，做先內邊嘅醬料，過去係用雲南類食，你下開發做飲料，還有果子醬。一啲嘅煮嘅嚇，按照紫米汁，用酸結去做啊，飲料係酸結。一煮幾家湯加芒芽去煮，煮好嘅時間，咱都嘛用，來泡茶，比如講泡燒咪就得，泡冷咪就得。cái果醬嘅生意呢，嚇冇愛食啦，其他嘅果醬生意嚇冇愛食，冇做得巧克力嘅好來啦嗬，個甜嘢就家都個研發嘅巧克力到其他合作下，特別係嗰種味道有一點咧，當特別有個巧克力嘅香味，又有其他嘅酸味啦。無論
论是汉卡轻松、汉卡养生，亦系讲变化汉卡多，都冇理解客家饮食对口不清气用嘅进食，就像系客家其他省份面孔，还有蔬菜强弱，都系从传统出发，不过唔惊改变，甚至变到汉卡好，做得继续传到下20-100年。客家新闻潘锦禄、冯小琪综合报道。